我们现在看一下一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语法。一，我们常常说的一个片语有一下子，所以这个一如果跟时间有关的，就有那个一下子，时间很短的那样子的概念。那这个就呢，如果跟时间有关的，我们以前学过的，我家到学校很近，10分钟就到了。就在这里是强调，我觉得10分钟这个时间很短所以时间很短，时间很短，这样子的概念组合起来，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一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个语法，怎么用，然后它用在什么样的情况，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？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，他一有问题就问老师。比如说他现在在上课，听老师讲课，他对老师说的内容听着听着，就想到了一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出现在他的心中，他就在很短的时间内，立刻马上问老师。问题产生的时间很短很短，短到几乎就是立刻就问老师这个问题。所以在这边，它有一个状况产生，在很短很短很短的时间，立刻马上做这一件事情。所以这就是动作一和动作二。动作一是先发生，动作二是后发生，但是它们中间的时间很短很短。情况一发生之后，立刻就发生情况二这就是一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用法。那在这边，这个主词有问题，谁有问题？他有问题。问老师，谁问老师？他问老师。主词一样，那后面这个主词我们就可以省略。那如果主词不一样呢？主词不一样，当然就不能省略。那这个就它是一个副词。那么副词基本上就是放在动词的前面去修饰动词。那既然是放在动词前面，那么动词是在主词的后面，所以呢，这个就它是紧接着动词，副词直接修饰动词嘛，所以它们是连在一起的。那动词在主词的后面，当然这个就这个副词会放在主词的后面，所以顺序主词就动词。你一说，我就懂了。你说一件事情，没有说很久，刚刚说我一听呢，我听到了，我马上就懂了。你不需要说很长很长的内容，也不需要你说完很久，我要想一想，我才会懂。就是你说了，你做说这个动作，一做这个说的动作，我呢马上立刻就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主词放在就的前面，因为就是副词修饰动词，副词和动词连在一起，所以主词就直接放在就和动词的前面。这个句子，我一看书就想睡觉。我
看书，一拿到书打开看的时候，就马上呢有睡觉的感觉，马上想睡觉就想睡觉，马上想睡觉啊，就想睡觉。妈妈一知道我发烧了，就开始担心。妈妈知道这件事情，立刻马上就开始担心。她今天很奇怪，我一说话，她就不高兴。我做说话这个动作做了一下子，她在很短、很短、很短、很短的时间有不高兴的感觉，立刻有不高兴的感觉，就不高兴。我一说话，他就不高兴。我说话和他不高兴的感觉离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近。如果你想要表达先发生的一件事跟后发生的另外一件事，它相隔的时间非常非常非常短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个语法来表达。一怎么怎么样，就怎么怎么样。拜拜。在这边我们再补充一下，一后面发生的事情是先发生的，就后面发生的事情在 event 一之后发生的。那我们可不可以，它一有问题以后，在这个句子后面加以后呢？他一有问题以后就问老师，可以吗？在这个语法一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，这个语法很特别，它不会跟以后一起使用。所以当你用一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的时候，在一先发生的事情的这个后面呢，我们这个以后要去掉，绝对不可以加以后。除了以后啊，还有的时候，什么什么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加。所以在一状况一的后面，我们不会加的时候，也不会加以后。记得一后面的情况一后面不加的时候，也不加以后。我们下次见喽。